坐一分，一只手向一直咧摸董事长的脚。甚至个伸手爱董事长甲家己牵手，就算甲手揪回来，对方嘛无伫咧惊，喊乖乖会骗，就发生伫咧结婚，指控这个白头毛的查甫人甲查某学生卡来手来。片剖给我看的时候，阿北根本就是顺着大腿要往上摸，但是因为他的手把他 K 住，所以他摸不上去，然后最后他还要牵他的手，那我看了就觉得很生气。我觉得代志就发生伫咧顶个月29号下晡4点40分左右，淡水线往树山方向，这个查甫人互指控酷酷伫咧车顶，甲被害者碰，相片一个出来，真侪人拢伫咧下面流血，讲这个人根本就是惯犯。他觉得说他很烦，然后他就觉得说他那么胖。如果他跟人家说他被非礼，应该没有人会相信，反而会嘲笑他，所以他就不敢说。敢若拢特别选伫咧结婚，上阵下支持的车厢内底，敢是去镜头无法度完全协调，佮加上这类犯罪有真侪关键证据欠缺，嘛歹用现行犯解遐，被害者想要提告有难度。只要你觉得不舒服或被冒犯，都有可能构成性骚扰。在发生当下，可以检视现场有无监视器，或者是你有录影或有目击证人，这些都可以作为证据。警察嘛提醒车民众报案侦办，提告惯犯才袂个摇摆犯案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